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进前的10大枪击要犯，人情恶良的张世明。当年是真凶悍，犯下几啊件拐人卡油甲枪击的动作，被判无期徒刑，确定到今已经封关17年了。啊，讲这个当中提出到18届的假释，拢互驳回。张世明是真不服，讲就是伊身份的问题，互刁工放大来检视，互无公平来对待，所以伊来提起到行政诉讼，再去行政诉讼庭来开庭辩论。啊，讲另外搁来定时间来宣判。这嘛是张世明伫2012年转去甲伊的阿嬷念香了后，搁让10年后再度离开台南家业。警方唔敢大意，大阵头报输人力。真侪警方伫台南法院附近部署警力，因为10大枪击要犯张世明经过10年，搁一摆离开台南监狱。不要开始空间了啊，请同仁特别注意安全啊！恶良张世明当年做风真粗残，搁按警方正面交锋，犯几啊条掠人发票枪击动罪。2007年被判无期徒刑了后，服刑到今。没有任何一次违规记录，那我觉得这个不是就是整个矫正署或者是说监狱的一个楷模吗？那我们大可拿它作为一个改过向善或者改邪归正的一个样板。这几年来，伫监狱表现正常，无违规，累积分数了后是一级收容人。不过，伊捌考3摆南监受到进修下校高中部拢考无调，基本班累积35摆嘛拢考无调。这段时间申请18摆假释，全部拢互驳回。那个审核标准里面有3个条件，一个叫做前情，就是他的犯罪事实；那第2个是他的在监表现；那第3个是他的复归社会，就是再犯几率。那张先生在以往的评审里面，在第2项跟第3项，矫正署也没意见。判刑重大这件事情，在他入监的第1天开始就已经发生了。部分审查结果认为身份问题，从条工放大来看，这个无得到公平对待，提起行政诉讼。张世明的太太嘛低调出现，今日透早10点半进行言辞辩论庭。除了张世明和律师嘛开放民众媒体到场旁听。虽然辩论庭了后会另外定宣判日期，不过这嘛是伫2012年张世明登去旧厝参加阿嬷后事了后，外界第一摆和伊近距离接触。为什么会被否决？我一直也不懂。但是你说谁对谁错，我也不方便评论。那为什么这个正面的方式，他得不到该有的权益跟学习？伫监狱当中服刑15年的张世明，敢有机会伫这摆言辞辩论庭亲身出庭了后，有改变局势机会，重新回归社会？外界嘛会继续关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